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讲嘅，欢迎收看12月23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议会上午进行总务省新查23读会尾声，不过当中因为民进党议员董品娥提案要公布前议长李全教年代议长杯补助经费项目，和国民党议员认为，既然要公开透明，嘛应该公布议长偌米费部分。结果双方意见未合，佮一度包围主席台，场面混乱。点市议会总务省新查23读会，哪里议员为着议长杯补助经费，是毋是要伫议会网站公布的议题，引发争辩。国民党不满大会主席议长偌米费，要互议员王家珍发言的机会，所以双方包围主席台，互议事厅变甲乱吵吵。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那我们修正通过，完成我们的第2读会。我们本案已经完成第2读会，继续进行我们的第3读会，请议事宣读。我们为什么不能说话？为什么不能说话？现在看到本身讲话啦！现在本身讲话啦！随后，议员蔡耀辉甲罗坤浩对着主席无互人发言来表达不满。议员罗坤浩甚至直接用阿爸来批评议长偌米费。一个过去议长要讲到底1档啊2档，王家珍议员要讲一下，无爱红讲话，副委真好势的气氛，一个议长主持这能力处理啊遮歹，你念，大家听袂清楚，有需要安尼吗？议会咱读这个案，问看有意见，我甲你讲有意见，你也无安讲话，你即马做大项，拢是你家己你自己说了算，你是讲议事厅动作什么即马是民主，是你个人，你家己会当做主张的吗？不是你有办法，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相反的意见，所以我们现在就针对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议案来讨论。好的，我就看到我们发言。在过程当中，国民党阁一度要求清点人数，但因为哪力对此拢有争议，所以最后主席宣布，等台东团协商以后，下晡再召开大会。电视新闻在山林根采访报道。政府交通局以历年交通加智慧台南作为目标，今年正式推行电动公车加铁摆等交通工具，充分展现施政成果。局长张政元表示，未来交通的施政嘛将持续推动低碳城市环境。无论是电动公车、铁摆等历年交通工具，拢是今年交通局的重要建设之一。交通局21号举办年终记者会，并且伫现场呈现得奖的作品甲这宣导品，展示各项的成果。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电动公车终于上路了。我们今年呢已经有9部电动的公车跑了2条路线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公共自行车的租赁台湾各地有叫 U-Bike， 有叫 I-Bike， 但是我们的叫做 T-Bike。T-Bike 是代表我们自己的一个品牌，那在今年8月8号也上路了。那目前呢，我们正在建制第2期，我们希望未来呢，能够在台南市区有50个租赁站局长嘛表示，明年将继续推动铁路电化以及先进运输系统优先路网当中，立基路网可行性的研究。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就是我们的先进运输，那也有初步的成果。我们的第1期的优先路网2条路线绿线跟蓝线已经完成了可行性的一个评估跟先期规划。那这整个计划已经送到交通部去审议。我们希望明年我们可以完成核定，然后再往后来推动，那让我们台南的捷运呢能够更快来上路。那第2个就是我们的铁路地下化，目前呢也有一个具体的成果那都市计划核定之后，我们现在正在办理这个土地的一个取得，那施工的部分也循序渐进，所以我们也希望台南市区铁路地下化能够非常的顺利。
未来交通市政将伫现在基础顶面持续推动加拓方便、人本、先进甲智慧等等主张，让台南成为全面拢愿意坐大众运输，或者是骑脚车的城市，打造行的安全、舒适甲利便。等新闻古不以采访报道。甲市民报告一个好消息，全台湾第一台太阳能科技回收岛，明年1月开始，就将伫台南甲大家见面。该关键的企业表示，伫启用以后，民众只要将厝内所有回收资源摕来遮，马上就当得到大卖场的优惠券，借此鼓励民众回收做环保。民众最近经过中华西路甲永华路口，敢是真好奇，这个货柜是要做啥物？其实，这个外观真新潮的货柜，就是近年来真受到注目的智慧回收岛。这座回收岛是由 Green Group 透过台劳教育协会牵线所关证。该集团创办人洪生当年伫罗马尼亚经商，将数智慧回收资源整合的研发产业。伫事业有成以后，为了回馈故乡台南，将这座台湾第一台太阳能回收岛关证给故乡。寄过来智慧回收岛，然后它是从罗马尼亚引进过来最先进的智慧回收系统。那我们是透过台罗交流协会捐赠给台南市政府环保局。这一座智慧回收岛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的在罗马尼亚集团的创办人是台南人，所以他想要回馈乡里。那他捐赠这一座。对他而言是别具意义，所以他更结合了一些台湾的那个环保业界，像太阳能产业，就把它结合在这一座，所以它其实基本上这一座回收岛，它是比它目前在罗马尼亚的40几座回收岛更为先进。这台机器操作方式嘛真简单，民众只要将对应的物品倒到回收桶口回收，机器就自动侦测，吐出相对的折扣券，让民众使用。民众可以把你家里的容器，像保特瓶、铝罐、玻璃，都可以拿来这里做回收。那它使用非常简单，你只需要丢进去就好，它就会自动吃下去。然后这边就会有你的回馈金，然后你就直接按支付，你的折价券就会出来了。这座太阳能科技回收岛预计伫明年1月3号正式上线服务，启用以后，除了当回收纸、管仔以外，也规划了家电五金的回收，而且回收介绍拢是公开透明，让民众会当做环保，会当省钱，会当讲是一举数得。台湾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前一度伫日本嘉禾的国际机器人比赛，咱已经连续2档得奖，而且今年由4间学校19位学生所组队的成绩更加进步，得到13项大奖，整体成绩更是第1名。对此，市长亲自接见，肯定因优秀的表现。机器人比赛结合了科技、工程、数学等等的领域，强调团队合作是上界重要的代志。今年由台南市4间高中以及各中小的19位学生组队，伫个各项评比当中，总共得到13项的大奖，甲去年比起来，奖项增加5项，为咱国争取到相当悬的公赢。市长也亲自接见，肯定因的优秀表现，并勉励因爱利用这个专长到国外比赛，培养更加广阔的国际观。勇夺3金4银1铜，如此的佳绩啊，的确是让大家都感到很光荣。不仅仅是你们的荣誉啊，学校的荣誉、城市的荣誉，也为国争光啊！我们大家都以你们为荣啊！那当然，这个要感谢这个家长的支持啊，因为其实很多经费都是由家长来筹措嘛啊。学生的努力啊，家长的支持，那还有学校老师的教导。那各位同学，我们在国际上的比赛之后呢，我刚刚看到同学的心得，大家不仅仅高兴得到很好的成绩，但是大家都同样表达了学到很多东西啊，然后交到很多朋友，这表示说呢，那我们收获是非常丰硕，不是只有奖牌而已啊。其实我们有很多丰硕的成果，市长非常期待这样难得的机会啊，跟日本、跟其他国家参赛的选手，大家建立了友谊，
其实应该要持续的跟他们接触交流，可以用 email 啊，可以用这个其他的方式跟他们建立一个友谊。借由机器人的组装，培养学生对科技知识的兴趣，在咧团队合作的过程当中，也会当让学生知影团结的重要。市长亲自颁奖，并鼓励学生要继续向家己有兴趣的所在学习，创造未来更大的成就。台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全国儿童甲下七特名比赛已经迈入第8档，上午伫嘉南药理大学登场。今年参赛人数甲作品拢再创新高，充分展现学生的创意甲专业。2016年全国儿童甲下七特名比赛23号上午伫嘉南药理大学登场，上百期大专以后高中职等相关科的学生拢组队参加，竞争激烈。比赛作品非常的多元，无论是小型的毛毛虫绘本所改编的互动教具，也是结合自创生命教育绘本的大型生活大富翁，拢非常的精致，也拢充分展现了学生的创意。这份教具的设计理念是来自我们专题制作的主题幼儿绘本进入生命教育学习之探讨。首先，我们设计了自编绘本后，设计了一系列的自编教具。我们也到幼儿园实际的带幼儿操作这些教具后，检讨后，我们决定将这些教具的内容延伸设计出一份综合评量，也就是这一份大教具——生活大风 Q&A。然后，我们决定以大富翁的模式进行，让幼儿透过游戏对生命教育的认识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我们之所以会做这个教具，是因为上次我们去园所参观的时候，看到老师和幼儿在讲这本好饿的毛毛虫，但是下面的幼儿呢就只能听不能互动，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要制作这组教具呢，可以让老师及幼儿一起互动的故事书。因为老师在讲故事啊，然后他就可以介绍就是不同的水果有什么特性，然后因为我们的颜色有很多，然后他们可以就是用缤纷的颜色刺激自己的视觉，然后因为每个都是后面都有缝扣子，然后他们就可以练习小肌肉的发展。负责主办比赛嘉南药理大学嘛表示，今年参赛队伍非常的多，高达450人，132件参赛作品，嘛是创历年来新高。而且对各组当中选出前3名甲组，希望透过比赛刺激学生的创意，嘛鼓励学生实作能力。要从事幼保这个行业，那我们希望他在跟儿童互动的过程里面呢，可以加进呢自己的一些创意与巧思。那学生在学的期间呢，可以利用自己的一些教育的设计概念，动手自己做作品。所以呢，我们是希望打造这样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让大学生还有高中生都可以一起来做教具的一个观摩。那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展现自己的一个创意。那每一件教具呢，我们都会去考量它的一个教育性，还有它的一个实用性，对孩子的一个意义。然后当然呢，一小部分呢，我们也去考量它的就是说以后是不是有可能商品化的一个可能性。这动画作品不只展现了实作能力，同时嘛展现了学生丰富的创意。同时现场嘛举办2场的演习，透过比赛以外方式，学生会当进一步增加实务的技巧。电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中央中学新义基督教学校迎接一年一度的圣诞节，今年特别号召学生响应捐献爱心物资行动，来帮助困苦学童。同时，透过爱心观音会义卖收入，也对弱势伸出援手，让师生提前度过一个爱甲分享的圣诞假期。迎接一年一度的圣诞节，上午中营中学学生组织伫篮球场，都来欣赏军歌队震撼的鼓声，甲管弦团的精彩演奏。重要是，身为教会学校，也希望传达圣诞的意义，让学生还是爱甲分享。所以特别号召同学将文具礼物等爱心的物资放入课盒当中，要将这份温暖来帮助清寒弱势囡仔。今天就是在圣诞节的前夕，那我们知道许多弱势孩童跟偏乡的儿童都不能一起共享这个祝福，所以我们长荣中学的学生为了让他们一起共享祝福，所以我们决定捐出我们的文具或是礼物，那还有干粮，然后给他们可以一起共享这个圣诞节的气氛。经过日前的募集，校方上午伫校长的见证，透过捐赠仪式，要将所有幸福天使所奉献的物资，正式捐予安吉的慈善协会，要来协助15岁以下成长阶段的贫困学童。我们透过每一个月1箱的善良食物箱，我们会将里头各样的常温食品提供给台湾的弱势孩子。这些15岁以下的孩子，他们会因为1个月的食物得到饱足。特别呢，在长荣中学我们合作的圣诞爱集合活动，也是1年才会有一次的圣诞礼物，让他们1年终于可以收到一份很特别的礼物。也谢谢长荣中学这一次特别跟我们来做这样的合作，谢谢他们。在这一个圣诞的季节的当中，我们本着基督教的一个爱，同时把这样的一个爱心，透过中华安德烈协会，能够来让我们的同学能够更需要来帮助这一些5000多位的弱势的人，所以我们发觉到我们同学的爱心无限非常的大，然后募集了非常多的物资，然后做一点小小的心意，能够来关怀这一些的人。上午捐赠行动，除了要让中学生知影珍惜物资分享爱，同时嘛透过140单位的义卖，要将部分所得来帮助希望之光、甲华山基金会等单位，相当感谢。帮助希望之光哦，买抹茶还有巧克力哦，可以帮助希望之光。对着中营中学来讲，嘛因为基督成就学生的信心，所以虽然无用主价义卖，不过拢相当的快乐，要让更较侪有需要人得到帮助。台新闻官及王子豪采访报道。另外，台湾北医上午迎接圣诞节，都安排精彩表演，各地大厅进行医疗宣导甲癌症的筛检，希望民众伫欢喜过节的同时，嘛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台南病院庆祝圣诞节活动，特别安排短剧演出甲日本舞蹈表演，来带动现场的气氛。希望借着这个节日，将快乐甲感恩的心情传达给每一位朋友、甲因的家属，以及院内的医护人员。我们这边的同仁呢，很认真，也非常的有耐心。那更重要的是，这边来就医的民众呢，对我们也很体谅。那借着这个很好的一个节庆的欢乐的时间呢，再一次的感谢大家对台南医院的照顾。那也希望我们的同仁呢，维持着这样子的一个热烈的心情呢，去照顾我们的病患，甚至我们的好朋友。那我在这里呢，很高兴呢，每次来看活动呢，就有看到很多漂亮的气球。那这里的气球呢，竟然可以编成圣诞老公公，所以呢，大家可以待会在这边呢一起许个愿，希望我们呢像这样子呢一直健康平安。那在耶诞树下呢，大家一起互相的祝福。借着这个感恩的日子，病院也结合侪侪单位进行器官捐赠、甲医疗宣导、癌症体检，以及世界展望会的圣诞礼物募集行动，让这个圣诞节的庆祝活动是更加有意义。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为了抢占一年一度的年菜市场，各大餐饮业者拢不断求新求变，希望得到人客捧场。但在地餐饮集团今年就特别推出电影年菜，由总铺师呈现一道一道在知名电影当中所出现的经典菜色，后面将伫厝内买当品尝到同款的好滋味。
东东餐饮集团年才发表记者会，一开始就用时下流行的 PPAP 来做暖场进行宣传。业者创意发想，今年特别以电影为主题，由多位总铺师来重现知名电影当中的经典菜色，希望将电影当中传达的料理精神甲灵魂带给民众。好的料理，除了讲好像感觉说就好吃以外，我相信还有它的吃起来的那种感动啊。那这一次呢，我们就把过往电影里面的经典年菜，过往电影里面的那些所表演的我们都一一把它呈现在我们的年菜里面啊。这个就是东东今年跟往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同时，伫外带年菜的部分，阁有总铺师精选的8道组合，甲 CP 值真悬的6道年菜，以及以古早味出名的傅成师傅推出的2档菜品，方便阁经济实惠。伊内底有做一个8星报喜，互人外带，这外带8项菜，无到8000块，8项菜到7888块尔。而且呢，伊阁有送一个迄个定期的乌鱼子 XO 酱哦，你若讲早鸟较早买咱阁有奖品哦，这是咱迄个东东迄个大润发这个华品起价款，就是伫咱华品路这个华品起价款，伊今年所推出的菜即马伫遮咧用大款，伊所推出的6项菜，伊推出这个6项菜叫做66大顺年菜外带6样菜。6888，但是你家看，这拢是咱过年除夕要食的大菜哦。这个台菜内底，伊较特殊的就是讲，伊是出2档的年菜，有10项菜互你选。啊，你只要凊彩点3项哦，你只要点3项，打这个折数是吓死人的折数，68折。伫春节期间推出的团圆宴，除了有丰富的精彩节目甲抽奖好康以外，伫永大幸福馆，阁特别加码祭出液晶电视，要互民众热烈围炉过好年。咱新闻站上何乔邦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这回天气，温度17度到25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介绍收看12月23日中间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